迎收看今天11节的感动时刻。街头上的走唱艺人，每位都是身怀绝技，还有表演热忱。而在台北这一名客籍的走唱歌手叫做陈庆聪，不但唱得一口优美的客家歌，还会许多不同的乐器，像是传统的三弦、客家鼓、乐琴，甚至是西洋的小提琴、钢琴，通通都难不倒他。而他更将传播客家文化当作是自己一生的责任，教导过无数的学生，就连外国人都要拜他为师。身穿传统服装，头戴斗笠，弹着自制的古乐琴，表演起客家歌曲，生动又热情，就连小朋友都要来给他打赏。好歌喉的走唱艺人是客家子弟陈庆聪，从小参加教会诗歌班就展现表演天赋。出身新竹关西，陈庆聪神学院毕业。除了擅长歌唱，也自己拜师学会包括乐琴、北管、八音、三弦等等的乐器。歌唱比赛更是获奖无数。是，你要温柔一点，好，一开始你不要唱那么高，你唱那么高，你后面会很辛苦，好不好？不过卸下走唱艺人身份，陈庆聪在恩师遗愿下，还开始肩负起传承客家音乐的使命。好不好？来了我这上课的学生，我就告诉他，你要答应我2件事情。第一个，你一定要学会，不管你学什么，学我们笛子，学我们乐琴，学我们三弦，好，你一定要学会。你学会了，答应我，你要传承下去。你唱哦 ，OK， 来。怎那酒爱那深爱。而他的学生也不分国籍和年纪，像是来自美国的 Ben， 已经跟他学了3年，除了学弹乐琴，更努力学唱客家歌，也学过不少台语歌的 Ben 说，客家歌很快乐。客家歌是比较听起来比较快乐，比较高兴，比较要跳舞，要笑 ，like 那个卖酒歌。我换第2个，咚咚。年仅7岁的陈小妹妹也来学乐琴，她是陈庆聪年纪最小的学生。你为什么要来学音乐呢？因为爸爸妈妈说学音乐的小朋友会最可爱。啊，学乐琴的、学音乐孩子最可爱哦。哦。假日午后，陈庆聪的家中总是传出练唱的音乐声。不只是他的学生也都爱来这里练习。他希望有一天客家歌可以传唱全世界。客家的乐琴北管交织扣人心弦的乐章，客家的歌曲文化吸引4面8方的目光。陈庆聪带着恩师的期许，传承客家的美好，用音符许给你我感动时刻。